花市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大墩文化中心。这个月有3个礼拜日，要来推出着亲子的活动，要邀请乡亲时代大家做伙来同乐。 特别的非洲音乐以及活力的草根舞，要邀请民众做伙来同乐。台中文化中心是台中城区上较受欢迎的艺文场馆之一，当年拢会规划精彩多元的艺文活动。随着疫情有较回，伫11月份文化中心嘛推出上新的台中3D秀。 我们的马达加斯加，让我们热情的一个舞蹈跟表演活动，可以热络我们的心灵哦。那当然，第二个还有包括玩具的交换。 活动以梦想同伴为主题，邀请真侪台中在地表演团体，并且配合大花喜乐区的礼品，甲音乐厅等等的单位，将室外城市的小舞台打造成为热情的欢乐农园，毛安排手工的体验。现场会让小朋友练习一些比较基本的粘土技巧，像是搓圆啊，或者是做一些纹路压印之类的这种。 活动将伫14开始，连续3个礼拜下晡，伫台中文化中心室外广场城市小舞台要举办，时到咱乡亲就使去现场享受欢乐的气氛。